孟子曰：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臭也，四肢之於安逸也。聖也，有命言：君子不畏聖也。仁之於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賓主也，智之於賢者也，聖人之於天道也。名也，有聖言：君子不畏名也。孟子話：口喜歡美味，眼喜歡美色，耳喜歡悅耳嘅聲音，鼻喜歡芬芳嘅氣味，手腳四肢喜歡安逸舒服。呢啲對感官享受嘅追求，都係一般人嘅性向。至於能唔能夠得到，就受到命運嘅限制。因此，君子唔認為呢啲就係人嘅本性，而去致力追求。父子之間嘅仁，君臣之間嘅義，賓主之間嘅禮，賢者嘅智慧，聖人嘅踐行天道，一般人都認為能唔能夠實現，都係命中注定。但係君子就知道，仁義禮智同踐行天道嘅資質，其實已經存在喺每一個人嘅本性之中，人人都有能力去追求，因此唔認為係命中注定。好生不害問曰：樂正子何人也？孟子曰：善人也，信人也。何謂善？何謂信？曰：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謂神。樂正子，二之中，四之下也。好生不害問孟子話：樂正子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孟子話：係一個好人，一個實在嘅人。好生不害又問：點樣叫做好？點樣叫做實在呢？孟子話：值得人喜歡嘅嘢就叫做好，而嗰啲好又真係存在喺佢嘅身上，咁就叫做實在。當佢整個人都充滿住呢啲好，咁就叫做美。當呢啲美好表現出光輝嘅時候，就叫做大。大而能夠融會貫通喺萬事萬物之中，就叫做聖。當聖德到咗無從測度嘅時候，就叫做神。而樂正子就係處於前兩項之間，後四項之下啦。孟子曰：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；人皆有所不為，達之於其所為，義也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人不可勝用也；人能充無川渝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；人能充無授以魚之實，而
無所往而不為義也。是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忝之也；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忝之也。是皆川渝之類也。孟子話：人人都有唔忍心去做嘅事，如果將呢種不忍嘅心推展去到嗰啲自己平常忍心去做嘅事上面，咁就係人啦。人人都有絕對唔肯去做嘅事，如果將呢種有所不為嘅心推展去到嗰啲自己平常肯去做嘅事上面，咁就係義啦。一個人能夠將唔想害人嘅心擴充嘅話，人就永遠都用唔完。一個人能夠將唔去挖窿跳牆種種小偷行為嘅心擴充嘅話，義就永遠都用唔完。一個人能夠將唔願意受人藐視嘅心擴充嘅話，咁無論佢去到邊度，佢嘅言行都會合乎義㗎喇。一個士人喺未可以講說話嘅情況下去講說話，就係以說話去試探引誘別人為自己攞好處。相反，當可以講說話又唔去講，就係以唔講嘢去試探引誘別人，同樣係為自己攞好處。呢啲都屬於之前提到嘅挖窿跳牆之類嘅小偷行為。孟子曰：言近而指遠者，善言也；守約而施薄者，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帶而道全言。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人病捨其田而渾人之田。所求於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輕。孟子話：所講嘅說話雖然淺白而日常，但其中嘅含義就好深遠。呢啲就係善言。行為操守嘅原則簡單，但係做出嚟嘅效果就好廣大。呢啲就係善道。君子所講嘅說話，雖然都係啲眼前所見嘅日常事，但係道就係喺嗰度。君子嘅操守只係由修養自己開始，最終就可以令到天下太平。一個人最大嘅毛病就係去放棄自己嘅田，而去耕人哋嘅田，要求別人嘅好重，自己去負擔嘅就好輕。孟子曰：雖大人，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堂高數仞，崔堤數尺，我得志，弗為也。食錢方丈，侍妾數百人，我得志，弗為也。盤樂飲酒，驅騁田獵，後車千乘，我得志，弗為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為也；在我者，皆古之祭也。吾何謂彼哉？孟子話：
要游說有權勢嘅人，內心就要有輕視佢嘅想法，唔好將佢高高在上嘅地位放在眼內。間屋嘅堂階2-3丈高，屋檐幾尺闊，我即使得志，都唔會咁做。菜肴擺滿成張台，侍奉嘅姬妾幾百人，我即使得志，都唔會咁做。飲酒作樂，馳騁狩獵，後面跟住嘅隨從車成1000輛，我即使得志，都唔會咁做。佢所有嘅所做嘅，都係我唔需要唔做嘅。我所有所做嘅，都係古代先王嘅法制。咁我點解要怕佢呢？孟子曰：養心莫善於寡欲，其為人也寡欲，雖有不全言者，寡矣；其為人也多欲，雖有全言者，寡矣。孟子話：修養心性嘅方法，冇嘢好得過小欲求。一個小欲求嘅人，雖然亦會有失去本心嘅時候，但都唔會多。一個欲求多嘅人，雖然亦會有保存本心嘅時候，但係就好少啦。萬章曰：一鄉皆稱怨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為怨人。孔子以為德之賊，何哉？曰：非之無舉也，次之無次也。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眾皆悅之，自以為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。萬章話，全鄉嘅人都話佢係老好人，佢亦到處表現出佢係一個好好先生。而孔子竟然認為佢係個賊害道德嘅人，點解呢？孟子話呢種人要指責佢，但係又舉唔出佢嘅過錯；要批評佢，但又揾唔到批評嘅地方。佢只係迎合世俗，同流合污。佢為人好似忠誠老實，行為好似好廉潔，大家都喜歡佢，而佢亦都自以為做得好啱，但實際上佢嘅內心同行為係同堯舜之道完全違背，所以話佢係賊害道德嘅人。孔子曰：惡似而非者，惡幼，恐其亂苗也；惡佞，恐其亂義也；惡利口，恐其亂信也；惡鄭聲，恐其亂樂也；惡止，恐其亂誅也；惡鄉縣，恐其亂德也。君子反經而已矣。經正則庶民興，庶民興，斯無邪逆矣。孔
子講過，厭惡嗰啲似是而非嘅嘢，厭惡狗尾草，怕佢以假亂真，混淆咗真嘅禾苗；厭惡唔正當嘅才智，怕佢混淆咗真正嘅義理；厭惡誇誇其談，怕會混淆信實；厭惡鄭國嘅樂曲，怕佢混淆咗雅樂；厭惡紫色，怕佢混淆咗朱紅色；厭惡好好先生，怕佢混淆咗真正嘅德行。君子只要令到一切事物返去恆常嘅正道就可以啦。恆常嘅正道冇被歪曲，老百姓自然會奮發向善。老百姓奮發向善，就唔會有邪惡啦。